2024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5要登票啊。根据选前的封关民调，贺锦丽和 Trump 支持率拢是48%拍无输赢。关键就要看啥人会当伫咧7大摇摆州选赢。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，咱要请苏眉带观众朋友来分析美国这7个摇摆州伫这届大选的情势。苏眉。 今仔日美国大选的分析，要带大家来看这选情上界受关注的摇摆州。先甲咱的观众朋友小解咱的地图，蓝色的是代表执政党民主党的票仓，也若是其他红色的是共和党的。不过，咱今日要讲的是无明确实水的7大摇摆州，分别是在东北部的威斯康辛、密西根甲宾州，东南部的北卡罗来纳、乔治亚，也搁有西半部的内华达甲亚利桑那。 头先，咱先来看东北部这3州，威斯康辛会用讲是无到最后看袂出结果。虽然过去是民主党较接摕到胜利，不过前2届两党的得票率是拢差无到1%。也若是密西根这边，是有袂少少年选民转向支持 Trump 的办事。也若讲到这宾州是7大摇摆州当中选举人票上界多，计共有19张，所以讲就特别受到重视。 也若是东南部这2州，甲东北部颠倒边，北卡罗来纳州甲乔治亚这2州，过去拢是共和党胜利较济。不过这2州非裔选民比例较悬，所以讲对亚非裔贺锦丽来讲，可能会变做优势。而且对2016年开始，这北卡罗来纳2州的差距就愈来愈小。 也若是上尾西边，这亚利桑那过去嘛是共和党的铁票区，不过伫咧顶一届的时阵，拜登是赢0.3%来胜利。这上届主要的原因就是拉丁裔选民增加，这对以白人为优先 Trump 来讲，就是一项大阻碍。也若是上尾这内华达州，虽然当地拉丁裔选民嘛真多，不过即马才是全美国失业的比例上界悬的州，民众就对现任的执政党民主党真不满。 恐惊有人就唔愿投给贺锦丽，改支持 Trump。所以讲，这个所在到底对一党会赢，有远真歹讲。头拄咱分析这7个摇摆州，知影讲其实上界关键的是威斯康辛州、密西根州和宾州这3大州，对大选的结果影响是上大的。候选人要看白宫选择要安怎来安排呢？咱继续请教苏眉。 也若在7州当中，美国媒体 CNN 是认为讲，东北的3州是上界关键的。这3州过去拢是工业发达，1980年代开始落座，而且这3州的族群无遐多元，人口平均嘛较济岁。这3州过去其实是民主党较有赢面，所以讲这回只要贺锦丽会当甲这3州收落来，加上因的铁票，基本上就会当拄好摕到270张的选举人票胜选。 也若是 Trump 就算7大摇摆州的其他4州总赢，上济嘛干那268张选举人票。也就是讲 ，Trump 若想要坐白宫的大位，在威斯康辛、密西根甲宾州这3州当中，上无一定要赢1州以上。感谢苏眉的分析，明仔载新闻世界通会继续带乡亲来关心美国大选。